收看今晡日夫妻来咧个节目。今晡日个医疗单元，老大家来讲，当从然个第一老师系免疫力吼。大家系咪从头谈到？系咪看到？吼，你免疫力下降。你过敏哦？跟你可能身体个免疫力唔系按好。你到底系乜个东西咧？大家来分享今日来宾好好来讨论一下。分享你今日个肌肉师王玉玲分享。大家好，今日我是王玉玲，今日真欢喜来，然后大家讲到了免疫然后健康的问题。真紧哈，一般来讲啊，我们说到免疫力，大家都知道，好像很了解，听到轻敌，大家都会讲，黑唔黑免疫力有问题？不过真紧我去了解的事情，又发现讲，唔系真紧清了解。到底嘛个系免疫力的问题？免疫是讲迄保护你自家身体的一个能力啦，哈。你讲到保护你的身体，第一线是你的皮肤。你讲到看到的皮肤之外，还有你讲的黏膜，黏膜是从你的鼻孔到气管啊，到肺，还你的消化道，像到口腔黏膜哈，还食道、胃、小肠、大肠全部会黏膜，还有你的生殖泌尿道全部就黏膜。全部会第一线接触细菌、病毒、霉菌等很多脏东西的地方哈。对。那就给完整性后嘛哈，是为第一个决定你的免疫好啊唔好哈。就等于黏膜唔系清好，像有的系过敏的问题哈，迄个肠道黏膜，迄就破损，是讲无清好的时节，你食到的东西底下都有细菌有病毒哈，你的免疫过度反应的时节是变过敏。所以第一线是青虫的一个保护的第一线，那第二线是你通常看到的嘛个白血球，还有你讲的吞噬细胞、T 细胞、杀手细胞，按度的一个免疫球蛋白哈，那的免疫球蛋白是讲迄你的军队啦，身体底下都的军队哈，还看到了唔好的东西要来给打败，或是来给消灭哈，还那是你讲的第二线的一个防御哈，那种的东西你青岛人系讲了白血球不够哈，那么你的免疫力会下降的问题哈，还你讲的杀手细胞啦哈 ，T 细胞了，第二条 B 细胞了，都会一个。伊酶数量不够，伊活性不够，了都会影响到你的一个免疫力，还就等于迄敌我不分是变到自体免疫的一种问题哈。其实按用糖尿简单来讲，就会其实身体真的很奥妙。对，就是若被有青头有偷给东西，可能会攻击我们。可是因为就形常讲哎哈，那我们的身体很奇怪，我们可以自己去打仗。对，就像军队强用哦，黑讲你黑有毒的东西，你来到哪个身体，我就帮你击败。不过也系正常运作嘅操控，什么？正常的运作状态底下，它可以辨识敌我功能那一面。就等于是讲给免疫过度活动、过度该种的活跃的时间哈，这边敌我不分，佢看到的唔系外来的一种的细菌，或是蛋白质，可能你自家身体底下度的一个蛋白质，佢没办法分辨的时间哈，你身体就去攻击佢哈，是偏到一种自体免疫的问题。用糖尿病朋友可能较清楚的就会讲，其实该下太卡有看到有很清楚，就是正常的运作的状态很有诶，就会给迄较健康嘅身体嘅时间有冇？比如讲人家可以辨识敌我的功能啊，迄讲有唔好嘅东西来嘅时间，我可以消灭它，而且我可以去监视哪个细胞还没有问题，这是正常的状态。不过醒常后来也讲到说，我们常常一般来说我们太卡会讲。醒常讲我的免疫力失调，那这一句话听起来其实很抽象，对，一般说免疫力失调，不过鸦片同太卡福音听都听清楚，就会讲你失调嘅时间很容易嘅情形，对不对？拉嘛系失调一种，不够拉。过度嘛系失调一种，是变到自我攻击哈，自体免疫的问题哈，所以你讲呀免疫调节平衡。平衡，唔系讲即高即好，就等于即高即好，就等是讲你食的东西清好，做的提高免疫力，你上忙食东多，但是变到可能会变到过度的一个状态。对，有时候青岛你会讲，其实你可能然后你迄卖问题，有那些类风湿性关节炎嘅问题，就目前有没有按用嘅问题，叫因为平常讲那个免疫力。
有问题。对，那上次太咖会讲，我跟免疫力太强哎，对，就变成说，其实你黑讲有唔好的东西进入到我的体内，等于是说那个军队给莫发出去辨识你是好还是不好，反正我都把你产出，连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器官细胞都被那种一个免疫系统攻击哈，所以那是变得过度活跃或过度亢进的一个问题。所以一般来说，像经常有讲到像我刚刚讲到的黑类风湿性关节炎像有时候像红斑性狼疮、牛皮癣、白斑症，全部黑白斑症、牛皮癣都黑自体免疫的疾病。这种白斑症就黑色素细胞嘛，对，就是慢慢的就冇骨素肌嘅皮肤就会越来越胖嘛。那太敢问你要还蛮问题，其实看现场的时间，他发现讲没有办法。好像怎么样去好好的医治己？对，他自体免疫问题全部大概都用类固醇去压抑一下那个免疫系统对，所以像这边也提到说，单一免疫系统可以用功能贴强的时间，有时候因为你没有办法将就是会将正常无害的物质，你可能也把你杀掉，就变成好像这种物质就变成一种过敏源，用给感觉。所以有时你可能像我看就研究按你的自体免疫问题的时间，你是唔好再个去加强讲你的免疫力，像就得人讲先嘛该黄芪啦、枸杞啦就得帮做的加强免疫的你调味一点点可以，你是唔好讲像就等于是炖茶了一些啦、煮茶了一些。当然些按言些痛多是反而不好。古说其实真经做福建类的医疗的单元，有像都青岛的行商也好、营养师也好，他家都发现一个问题，其实你真的要了解你的身体，你可以讲你补就好，他家会知道讲是按用的东西来补，是按用的东西来补，因为按用的免疫力会很强。可是事实上，你要了解你的身体到底需求是什么。不过共识才发共同免疫力，他家会知道讲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有时候让大家觉得要怎么样来报复我们的免疫力。要讲你去给免疫力后要唔好，紧不紧？大家我们帮大家准备了几个条件，让大家来测验一下乡亲朋友，黑讲你看电视，你都得拿出你的笔，你的纸，对不对？你可以来测验一下，你平常在生活底度你的状态很用可能做得简单来看一下你的免疫力可能是好或是不好譬如讲鸦片信上有提供一个免疫力自我检测评量小测验这边乡亲朋友做得看到电视上看到就会测量，它是1对不对？它可以看一下有几个选项，有12个选项。从第一个开始，泰卡做得看到的黑马盖就是比如说你一般感冒有没有你？有时候有青头的朋友很快一下，我看他常常感冒，加很多，他给他的免疫系统是的功能比较弱。对，一般来说我们会这样。不过共同鸦片同泰卡的共一下，刚才观众朋友看到他有12个，可是可以打勾一下。我觉得乡亲朋友来做的时间，来来打勾一下，看一下给免疫功能好不好可是你看第一个感冒，第一个也是感冒，来第3个小病不断。对，然后第4，经常去给 X 光，就是看形上的意思。黑某就会加是用的，黑某就会有沟面的反应。好，有时候你会处于电磁波的环境，黑某就会肩颈僵硬酸痛，这个我已经立刻打勾。常常会有按用的问题。黑莓有慢性病史。还有黑妹是它抖给扭，蔬果比较少，我觉得会有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我肉不一定多，但蔬果不够。对，体重过重过轻，我还可以。加会有便秘或腹泻，这样在光盘面打勾好像有点排 C 勾一下。还有鸦片共都黑自体免疫力自我检测评量2，也是有很多个可以让乡亲朋友来看一下。比如说第一个。你很少吃或是不吃生蔬果，我们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T1黑妹假会吃有毒的食物，像食品添加物，经常给你有冇？常常吃食品添加物。这个我很注意真的。便当如果有什么香肠啊、火腿全部都冇选刚才有事经常外食打勾然后大家做的可以哈按用压力大、负面情绪来不论睡多久都觉得很累，慢性疲劳症候群，
外伤可能无按夹要好起来。好，接下来算一下，乡亲朋友，个时间按灸吼，大家可能有拿笔然后打勾嘛吼，看你有几项哈。来，我们来看一下矮给1、2、3、4、5，公布答案矮有6项，请黄以玲老师来解惑一下。其实如果有超过3项哈，你的风险就开始慢慢变高了哈。啊，你打勾就抖哈，你的免疫的一个压力是会的抖哈。像你讲，就等于常常会去检查身体，照 X 光、电脑断层，就那种的辐射的一个伤害哈，就等于。其都辐射的环境其嘛唔低哈，像青岛电磁波的环境其实嘛唔低哈，所以都会影响你像就头下讲的嘛个 T 细胞啦哈，某是自然杀手细胞，都会活性哈。青岛的人迄唔多低，讲这家的环境很容易哈，是要特别注意啦。特别注意哦，经常讲的按度的自我检测，其实乡亲朋友你注意看一下，你有没有超过经常讲5项，5项就已经有很高风险了，对不对？不过当然，在节目底都会简单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审发的问题哈。不过讲最专业的其实是建议到去医院检查，去医院跟去咨询、去检查，那种最精准的。每年都可以去做一个全身的一个健康检查，看你的免疫力的问题，错嘛哈。好，乡亲朋友哈，还有动到老免疫力有关的地区，老大家的分享，大家先聊下，等下再来。今日绕墙的热林先生来到节目地图，让大家来讨论免疫力哈。讲到鸦片哦，其实刚才上一段节目，大家有简单的自我检测一下，哎，相信有青岛跟人可能要超过5个黑轻简单的事情哦。有青岛你们爱讲，其实哎，爱水母都水不好，爱反超，其实给没轻重油。还有一种你们讲，哎，爱周身一些压力心态，在自我检测2里面有一个是负面情绪，哎，大家不要小看这负面情绪，哎。要负面情绪，你只要心情不好，你的肠道黏膜哈，给它修复是变得不好，给它破损的一个机会是变得轻台哈。你肠道破损是不是变得讲，你要消化吸收是某暗后和你吸到些大分子不小心掉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哈，你可能是变成一种过敏源哈，是变成你一个免疫不断的去一直消耗的一个状态了哈，所以。心情好，轻松热哈，压力对你的一个影响哈，是轻松热。看大家可能会知道讲，哈，我睡啊睡都轻松，啊睡轻饱，还是心情不好，就压力太大，做唔得，会做唔得咯。因为按样会影响你的自体免疫跟问题，可能你的本来你的细胞可以好好来分辨，骂啥是好人，骂啥是坏人，不就会因为你的情绪、你的压力，结果影响到结果。只要免疫系统就会有可能会失调。像你压力来，该压力荷尔蒙上来哈，你的免疫是会被抑制，所以要么压力大的时节，像有的人工作压力大，是常常会感冒啊，人家就会跟着流行哈，还有的还是讲湿度5度后是会奥利度会腹泻哈，那么还有一个免疫的这样问题，就是肠燥症的问题，肠燥症嘛系压力引起的哈，好，都带起乜嘅。免疫会影响给免疫力呢？那边有讲到，哇，这个抗疫了就会一般人大家都底给哈。第一个讲到就会你的年龄，年龄对，其实我们很多的内分泌都已经功能下降啦，像胸腺的功能，对我们的免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给马会一个。会下降的情况，像你生活的一个女性荷尔蒙哈，减少的时候哈，对你的免疫的那个影响嘛会较大哈，所以年龄是一个问题哈，还你讲的营养状况嘛嘿哈，就等于嘿，你迄讲隐性饥饿啦。是讲，你吃东西是有吃饱，不过你的细胞需要的营养素唔啦。那这就是前面检测讲的，黑讲你长期外食、偏食，黑某就会你常常吃加工食品，其实这就是你好像都吃都轻饱，也吃的好像都有吃，可是其实那个营养是不对的，不对不够哈。还有就是说你吸收的毒素较多，去消耗这些营养素去分解，譬如说就等于
看很多青岛的便当也提出来讲是讲，你看到的一个配菜，像香肠啦、火腿啦，那种的硝酸盐青岛的，你是会消耗维他命 C， 好吃。青蒿丝、香肠、火腿给朋友，真嘅要注意哦。哦，然后维他命 C 消耗是多，维他命 C 对人的吞噬细胞啦，哈，对人的一个那个活性的那个免疫的一个细胞的讲，可以提升它的活性，哈。还有维他命 C 全部可以消耗那种的亚硝酸盐的一个。抑制它的一个转变成致癌物质的时节，该维他命 C 是看嘛，好，该是间接是影响到你的免疫，真紧好睡眠。好睡眠，你不是讲啊，太卡就讲你睡得饱，我们常不是讲嘛，你的肠道好，睡得饱，对不对？你自然身体就好。睡眠、环境、心理压力，就是迄联动性，年龄嘛，迄联动性，吼，是讲。他年纪比较大，给他睡眠品质可能没按好，对，黑毛就轻重就控了。心理压力大的时间，你看睡眠品质嘛没按好哈。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就会睡唔太，失眠哈。那种呢全部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哈，然后联动性，然后影响内分泌的时间，然后是会影响到你的免疫力。运动啦，食欲嘅，运动轻重要。我爱吃到亚哈嘅亚哈，爱吃到有一个清好的现象，就係亚哈嘅休闲人运动係，以前冇享用。我爱吃到亚哈运动係清流行的一个现象，会知道講亚哈每个礼拜大家天神捧运动会变成一种时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以前。某按用给时尚，不过亚哈泰卡就很流行，有没有去健身房？然后单像有氧运动，还有像重训、按用运动是泰卡训练，休以后轻松是，我说按用嘅好嘅现象，希望唔相看啊，泰卡上班嘅时间，你睡嘅东西会偏动，有冇？然后你睡冇嘅时间可能用睡到轻好，因为你讲你压力轻态，跟你有冇运动，佢就真紧轻好。运动嘛，都得帮助睡眠啊，所以也可以代谢掉那个不好的东西哈，所以一个身体它其实不是单一耶哈，所以你讲睡眠、运动、营养哈，如果药物能够尽量不用，就是额外的药物可以不用吃的话哈，是尽量不要吃啊。像有的抗生素就吸到去，你的好菌全部被杀光光。因为好菌也是帮我们的一个免疫很重要的一个，等于算是我们的。有的人把它叫做器官呐，另外一种器官哈，益生菌对你的肠道哈，你一个药物可能是会让这个益生菌的生长变得。不过大家有这家肠道形成讲益生菌跟肠道，第二篇就分开。一般来讲有青铜人会讲，还有肠燥症嘛，对不对？比如讲可能某一天会便秘哦，有时候可能是腹泻，可能吃买东西一下就会偏瘦。故说当你都有是益生菌的习惯，所以故说益生菌都带同嘅免疫力，还没真正有吃假也还间接嘅关系。你啊，它就是讲，说法是讲，你的肠道是你最大的免疫器官哈，你的肠道会讲，你吃东西吸落去，去接触外界的细菌侵斗，所以给你训练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很好的地方哈，所以那种肠道的一个细菌哈，给好菌跟坏菌的比例它是变动的哈。所以你好菌多的时候，你坏菌就不会生长。那坏菌多的时候，你当然好菌嘛会被抑制哈。所以你会要补充一些像优格哈，或无糖的优格、优酪乳，好，或者你直接吃该益生菌哈做补充，含轻充的你吸落去，让这个益生菌对你的身体可以存活，哈。所以你还纤维做我们的 cell 哈，该纤维你的益生菌。给都你的肠子里面生长很重要的营养来源，还有它可以附着的一个地方啊。纤维轻松用，不是青头纤维的世界，记得喝水。喝水，嘿。哦，有青头也会讲爱吃青头纤维质啊，唔讲还便秘啊，还会闭结，嘿，还是水啦，哈，还你的讲的油脂必须脂肪酸嘛，轻松的，哈，几位让你的肠道有长黏膜，哈，维持给它一个完整性。我说糖一类哈。
糖来糖去，其实就会均衡营养。哎，有嘛，就会均衡营养。正常作息均衡营养，就会按容易嘛，你要释放压力，释放压力，可以运动哈。最后经常讲释放压力，最后大家讲一下就会环境脑心理压力，就因为。环境心理压力有可能会有负面情绪嘛？上一段节目有讲到，故说其实简单讲起来就会你会放轻松。你一紧张焦虑，你还益生菌是活不了，就活不了。真也按养你，真也按养有一些人就按养你，佢看起来好啊猛样，一紧张嘅时节就会讲牙会偏瘦。真件佢阿咩唔去失败东西哦，佢就会一紧张佢就会偏瘦。故说你看哦，像今朋友讲到两篇大家有发现哦，其实人向伊免疫力嘅问题讲来讲去是很实嘅，有形容嘛。伊平常时係生活有睡得好冇，有运动冇，伊压力有大冇，所以讲来讲去是心情会快乐，不用减少，食得饱，睡得好，免疫力是好，所以其实希望大家糖咧多多注意平常嘅生活状况，还有嘛嘅第一先聊下，等下张总来讲。大家来讨论免疫力，哇，免疫力这种公司开发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我觉得是最重要了，因为你免疫力好，真的你身体轻度的问题就不会发生。更多研究其实线上有更多嘛，就是你平常生活就是要均衡营养嘛，你吃东西总唔得偏食，有的东西真正总唔得食，唔过。有轻度嘅东西做得轻量食，基本一开始同大家来讲食嘅东西嘅时节，去买东西，哇，先生你特别准备一杯胡萝卜苹果汁，对。这个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对不对？对，其实很多妈妈在副食品，就是小朋友开始吃的时候，是会分一些胡萝卜啦。你讲胡萝卜对木煮好哈，伊个贝塔胡萝卜素其实对你的血管哈，对你的黏膜修复嘛挺好哈。所以你不管是用煮的，或者是你来打果汁哈，全部会挺好的一个调节免疫的一个很好的食材哈。像胡萝卜苹果，比如果胶哈，苹果的果胶嘛，还对你吸附很多毒素很好的一个营养素哈，含基底贝度的一个多酚类，他们会加强你的一个免疫细胞一个活性很好的一个营养素，所以。按眼些含就比较好喝啦，你比你直接喝胡萝卜汁好喝一点哈，加一点苹果，加一点柠檬。欣赏基本你准皮固送来喝一下，因为欣赏有特别来强调，其实公司采访更多胡萝卜汁哈，有青豆给你黑唔敢吃给，因为以吃都给米头青虫。如果你公豆挑选胡萝卜要有技巧，黑毛。你讲你种煮的哈，你是讲煮熟哈，煮汤就炒出来，你做的。该先较太记的该胡萝卜哈，那种的胡萝卜有一个胡萝卜的一个味道较重哈，你打果汁就等于是会觉得按摩线哈，你这打果汁是做的馅比较细的，哈会较甜。按你打起来的果汁会较好些哈，所以你不同的料理做的馅不一样的胡萝卜。基本也比果汁来看一下，其实我吃到基本是果汁，我吃到其实是胡萝卜泥，很浓郁啦，像奶昔按用嘅感觉，错嘛？不过欣赏也敌对有特别加菱角、雷蒙，不说其实喝起来嘅感受会冇强哟，而且做的我们就讲说它是免疫力保健果汁。按原先是讲老给它纤维嘛食落去哈，你听就讲纤维对的益生菌哈、青虫热哈，所以能够不滤渣是尽量不滤渣啦。对。不过公司才发像我青蒿是胡萝卜，不过胡萝卜汁我没按好，不过根本也会习惯啦。可是没像先生讲的，因为挑选无用嘅胡萝卜，加菱角、老雷蒙嘅时节，佢嘅米线会较无用。嘿，我较无用，还有试看啦。不过皮闻起来还是有点草的味道，还可以胡萝卜嘅米线。可以喝到柠檬的味道，感觉真的不一样。
不过就是像行商讲的，你真的是果昔。果昔，你用吸管喝会比较好喝的，就按你试试看。它其实是好喝的，因为我觉得它喝起来跟闻起来某样样。我闻的时候，我吃到给真甜有胡萝卜跟甘酥，不过我喝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吃到酸酸。因为我很喜欢酸酸的东西。比如说，我喝起来，我觉得很好喝，因为它就是酸酸的，然后呢又很浓郁，不会有太多那种台爸会讲给胡萝卜跟一种。一种，我爱吃到该是一种土味啦，不过爱吃到它唔会有按的米稀。古说用前面可以讲你第一步哈，我觉得有机会呀，还清简单的胡萝卜、令狗啦、雷蒙，太搞做类周宽啊。大家很流行随行杯啦，所以你一个小小的一个随行杯的果汁机是做得大。真嘅，不过唔大家去按用饮哦，比如说还有柑橘呀，做得。柑橘哈，柑橘你而是给它类黄酮。类黄酮其实老蜂胶的成分是比较接近蜂胶嘛，是类黄酮哈，那对你的一个抗菌跟提升免疫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种类黄酮很多的水果底部都全部有哈，柑橘类哈，特别是讲你是在该柳橙哈、葡萄柚底部都有哈，你是讲就等于我是该柳丁的时节哈，然后该脑杯的皮包到清香味。不过你类黄酮剃头的剃风就是在那个白色的，就那一丝一丝的这种的东西。是讲你是感冒哈，是你柳丁的时间，不是讲包按强力哈，是你类黄酮是落去哈，你还保护我们身体哈，对抗那个细菌、病毒、清后的一个营养素哈，像那柚子、橘子、柳丁、葡萄柚、柑橘类，还有柠檬哈，全部会清后的。好棒哦！尤其是热天的时节喝这个，感觉好消暑。你要得为水果底部都为维他命 C 嘛，清狗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保健的一个。我们早基本唔太讲同大家来分享保健果汁，其实还做在做4个东西。好，比如像基本特别讲到像地瓜叶、豆腐根，这个真的很特别。它刚引申号是地瓜叶，因为番薯呀以前做农这个时节自己都会种地瓜叶。不过你地瓜叶加豆腐。然后你的青菜豆腐汤差不多，所以。以前用的菠菜啦，我就是它有的会用菠菜跟蛋白去做一个那个白玉碧玉根，开始较功夫的，较功夫的菜，迄个你用地瓜叶，它就比较容易取得，然后又较简单，较简单。那其实到安妮的一个青菜豆腐汤，差不多啦哈，你讲你种的地瓜叶12是给那个贝塔胡萝卜素，底部度青豆的叶绿素、贝塔胡萝卜素，跟那个风吹头是共用的。风吹头嘛就哈，你讲贝塔胡萝卜素对你的一个免疫的提升哈，和黏膜的修复哈，给会转变成维他命 A， 对你黏膜的修复是挺好哈。那豆腐是你蛋白质很好的来源哈，蛋白质对你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球的生成，你将要得免疫球蛋白的原料全部是蛋白质哈，所以蛋白质要吃到足够。讲到要蛋白质嘛，吃到足够，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山药排骨汤，压清后，山药的话，你是山药是讲给底部都就会多糖，那种会多糖嘛，会活化你的免疫细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素材啦哈，所以你讲山药可以补中益气就是强健就那种的功效是讲你是给，还你看山药底部都含有一种东西DHEA，DHEA 是你讲的抗衰老的一个荷尔蒙，其实你很多荷尔蒙的一个前驱物质所以山药对你像你更年期的妇女啦，或者是对小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而且公司才发山药排骨汤，注意了不会清困难，有些也会讲麻烦不过山药排骨汤真的就会注意了清简单的一路出来那种片膜是做的，像亚糖也就较枸杞有冇木瓜炖雪耳你讲的雪耳你讲的木耳，还有你讲的香菇，很多的菇类，这些多糖体全部嘛是活化你的一个像 T 细胞啦杀手细胞那种的一个
免疫细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源。对，先生一直讲到 T 细胞，有冇？这个因为你的心情好嘅时间，压力轻开嘅时间，可能就会影响到你嘅 T 细胞。加活性思维降低，嘿 ，T 细胞像自然杀手细胞，它对癌症的预防会轻松。哦吼，其实讲到暗豆，其实先生提供这么多的食谱同大家的分享，就会其实用来煮，真正你去家黑讲被煮食，你就有基本的概念，主要是那个食材，按用嘅食材，其实对大家嘅免疫力还有天数嘅哈。节目讲到鸦片，其实最后帮大家来统整一下免疫力轻松用来的报复嘞。大家看一下，好简单哦，就好好水抹就好哎，好好水抹，哎，运动排毒，流汗排毒哈，还摸青菜是有的哈，不要饮酒过量，因为酒精对黏膜的伤害很直接，小酌就好哎，一点点之后，开怀大笑。按摩放松，按摩放松。其实按摩唔係講按摩提升免疫力，係按摩都得本你不用放鬆，放鬆之後，目的是不用放鬆。就是調節我們的一個壓力啦。好，少吃甜食，你可以講粥唔得吃，因為有時候吃甜食會心情好嘛，對不對？就是這個就是分量的控制。對，你總得講哎，心情好，顧種哎，當你都是青豆嘅甜食，按樣粥唔得。最後就會我們千古不變的道理，均衡的營養哈，你講誒一個蛋白質哈，維他命 A 哈，維他命 C， 維他命 E 哈，還你講誒礦物質鋅哈，你要對你的黏膜的修復全部輕鬆熱哈，嘿，還有食宅的人哈，個鋅容易不夠，對，所以要特別注意這個營養嘅均衡嘅問題哈。鄉親朋友，希望哈看今日嘅節目，你真是直接得到動靜，可解免疫力嘅知識哦，大家會非常感謝先生，希望你好，鄉親朋友，聽年下來你做認同了。